高铁有旅客参人冤家化休，甲人某搁摕刀啊插伫咧刀仔板，铁路警察伫咧调监视器找人。超过100个律师发起守护宪法游行，反对国民党立委的宪法诉讼案修正草案，因为会予宪法法庭袂顶袂当。世界棒球12强比赛赛，台湾队在台北大巨蛋对上日本队，现场未少日本媒体也有日本传奇球车来做球评。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1月16日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今仔日高铁一班上北的列车，有一个旅客参别人冤家，大声化休，甲人摸落尾，搁摕刀啊插伫咧椅仔后壁的刀仔板顶头。尾手伊伫咧台北站落车，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伫咧调监视器找人，讲会以刑法的恐吓公众罪，函报台北地检署侦办。乘客一阵惊吓，杀来杀去，也那高铁列车长止步，赶紧去看。高铁正式16上811列车伫到台北站进前，发生旅客行为无正常的事件。根据看到旅客讲，当时看到一个男乘客甲一名女性乘客冤家，并且攻击对方，所来也甲刀仔摕出来。拿出刀械之后，是先把那个刀械摔在地上给大家看，那之后再把刀械捡起来之后，让刀出鞘，让大家看说他拿的是刀子。那随后就很快的把那把刀子插在旁边，就是18D 座位的那个桌板上。现场就有人很紧急的去按那个对讲机，请求那个站务人员协助，所有人跳起来，然后都一起往那个后面的车厢挤，往11节、12节去挤，蛮多人，然后都就一直在互相的这样推来推去。铁路警察调看监视器，发现这台列车经过标志站时，这个男性乘客当时坐伫车厢出入口的所在，甲一名女性乘客就已经冤家。因列车到棒球站时，男性乘客入去这车厢坐车的所在，对这女性乘客来化休，并且出手要拍人，边仔民众协助甲双方隔开。结果10拨人落伫地板的包啊，有一支刀落出来，刷来伊顺势举刀，结果就插伫椅仔顶面。列车上很多见义勇为的民众就及时将双方隔离，所以就让这个整个在车厢的混乱没有扩大。台北分局的南港所派员上去监视，那这个刀我们也查扣，那后续我们会做后续的监视。铁路警察局已经把刀啊扣来修正，并且调看相关的监视器掌握嫌犯的动向。恐吓公众行为已经违反刑法，相关会使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也那警方也加强列车的巡逻。高铁讲，这事件并无造成任何旅客受伤，也呼吁旅客坐车期间若是拄到无正常行为，请随通报列车长也是车安人员来进行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时，基隆市有7个钓客互海涌呛落海，其中一个钓客失踪，经过4点钟互人救起来，但是已经无喘气甲心跳。基隆早时有3只渔船载45个钓客到基隆市钓鱼，敢若因为加大涌，有7个钓客互呛落海。海巡的巡防船是紧急出勤，甲6个钓客救起来。另外有8个钓客吊伫咧大桥顶悬，由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吊挂救援。但是也有一个钓客可能因为失去意识失踪，救起来时已经无喘气甲心跳，送病院急救。风台天图已经伫早时11点检测做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是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提醒，台东、台南、高雄甲屏东因为残留的水汽，要是会落大雨。也那伫咧海面上，另外一个强烈风台万吉，虽然讲袂到台湾，但是到时加上东北季风，后礼拜1、后礼拜2，这方面的宜兰、基隆北海花甲大台北的山区，就要注意大水雨。雨落几暝，台东基本区溪仔水涨起来，南边太麻里半半放50公尺，在地村民也真烦恼，因为进前风台连续一直来，造成山丘这条咧，若无清理，恐惊影响后壁作物。今年第25号风台天图已经伫拜6早起11点减到真多热带性低气压。随风台消散，气象署解除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严格持续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台南、高屏要台东以往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因为它还在我们西南方近海往南端陆地接近，所以我们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提醒大家天气状况。整个降雨渐渐会逐渐缓和下来，但中间还是不乏会有比较小范围、比较强的对流云系移进。也那今年第
24岁洪台万怡已经发展正式强烈洪台，洪台北清楚看会到向菲律宾移动。虽然未直接侵蚀台湾，不过外围分系甲东北季风互相作用之下，8月开始会对台湾北部、东北部带来明显的雨势，尤其是宜兰地区，佮受到地形的影响，雨的路更加大。万一通过吕宋岛到南海的时候，它的那个低压跟北方的冷高压的这个压力梯度是蛮大的，因此会在我们整个北台湾东半部会有比较强的强风。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共伴的这个的一个机制是蛮明显的。专家分析，礼拜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进入感觉变凉，水汽也偏多。因若对8月开始，华人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甲东北部地区继续落雨，并且要注意有局部大水雨发生。记者综合报道。APEC 年会当咧秘鲁首都利马进行，咱的驻秘鲁代表处伫咧市区的重要车路，用大型的电子看板宣传台湾的半导体特色。但是当地媒体报道，伫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位进前，有中国人士甲这个电子看板断电40分钟，甚至有中国公民冲入去大楼内底要甲看板拆掉。因那咱的代表林信义是伫咧会场参美国总统拜登等等各国的领袖会谈。APEC 期间，咱驻秘鲁代表处伫利马市交通要道刊登这个大型形象广告，强化台湾半导体优势特色。不过，秘鲁当地媒体报道，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时到秘鲁进前，有中方人士甲位伫机场附近播送台湾广告电子看板，而甲断电将近40分钟，甚至有挂喙暗后面的17名中国公民一度要进入刊登咱方广告大楼，想要用暴力的手段甲伊拆掉。Hemos tomado conocimiento que personas extranjeras han venido cubiertos con mascarillas con la intención de entrar por la fuerza y despojar uno de los paneles publicitarios que tenemos en la azotea del edificio, sin consentimiento y bueno, aprovechando la ausencia de la autoridad policial. Y eso nos perjudica porque estamos en estado de zozobra. 咱驻处代表批评因的无理行为，就显甲一般民主社会严重来脱离，已经协助广告商来加强相关的维安。尽管中国安尼施加压力，咱国领袖代表林信义继续伫 APEC 会场中甲各国领袖代表互动。伫领袖甲贵宾非正式对话款节期间，林信义甲美国总统拜登进行晤谈，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伫边仔听。林信义除了甲拜登就台美议题进行交流，也感谢拜登过去4年促进台美关系贡献，更加邀请伊未来访问台湾，气氛真热烈。另外，伫暗时宴会时，林信义甲泰国总理贝东丹开讲，拜登也伫边仔。原来林信义的正评是在新加坡总理黄顺才。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今年的秘鲁 APEC 年会为25开始举行，各国的领袖也趁这个机会进行双边也是多边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就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进前，就分别参日本、韩国的代表讨论面对北韩的对策。各国元首前后到秘鲁首都利马 APEC 会场，由地主国总统博鲁阿尔特主持开幕。美国总统拜登这边下令，各国关心美国未来新政府上台了后，对全球贸易甲外交政策走向有甚物变化。所以，伫大选中获胜的川普人无伫现场，却是各方真关心的焦点。那拜登甲民主党阵营关心川普来前外交的方向，欧洲甲日本、韩国也烦恼讲，川普未来对美国的态度。この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発展のためには、そして繁栄のためには、日米同盟、米韓同盟、そしてその戦略的な連携というもの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ります。北朝鮮の対応はもちろんのこと、さまざまな分野で連携を緊密に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也来APEC另外一个重要角色的中国，相关就领袖会议的场合来优化甲亚太拉美各国的关系。就伫美国总统拜登会见地主国总统博鲁阿尔特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甲第二总统博瑞克来举行会谈。日本 NHK 报道指出，由美中中间伫经贸甲军事上竞争，对拜登到未来川普政府拢会更加激烈，所以中国有意甲日本改善关系。这是习近平就 APEC 领袖会议甲石破茂见面的目的之一。原来日本方面也伫会谈中，对中国伫东海海峡也个日本领海周边加强军事活动，向习近平表达关切。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
南非东北部的河丁省最近发生几落战食物中毒的案件，通报数量已经超过440件，已经有20多人死亡，以6岁到9岁的儿童占大宗。当地民众是真惊吓，也真愤怒。当地政府出动警察甲卫生单位处理无合法登记的店头，希望通解决问题。参加总礼民众大家拢真哀伤，目屎强要流落来。相片内底5个囡仔原本应该是快乐去读册、佚佗的年岁，严格证却是倒伫棺材内底，伊拢是这波食物中毒案的受害者。根据南非政府资料通报，到顶礼拜六为止，敢若食有问题的食物里中毒的民众超过440人，其中大多数是6岁到9岁囡仔。当时案例集中在南非东北部的河丁省，包含这个上大黑人的城镇索韦托。In the past weeks, several chemicals were bandied around as possible causes of death. Some were even found in some retailers. 这个食落会死的化学物质，包含有剧毒的农药托氟松。事实上，对阮10年前的种族隔离时代开始，像种温藏伫社区内底杂货仔店，抑个食品工厂，就是真侪中华阶层民众，平常时生活所需要来源。就算到即阵，校内底也有真侪即款的店。也过亲像货架顶面遮尔侪食品，到底是对倒位来？成分是啥物？往往欠缺检验甲保障。We confused. We had the doctor told us in a report, but we still confused. So it just leaves us with more questions. 包含索韦托在内，整个河丁省是南非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 ANC 的大票仓。所以讲食物中毒案件除了引起民众惊吓，执政当局也真重视。在月中就大批的警力出动，配合卫生单位人员强力处理无合法登记的店头，这对着解决食安问题有偌大的帮助，也有待观察。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世界棒球12强比组赛，台湾队得到2胜了后，即马伫咧台北大巨蛋对上日本队，目前比数0-2，由日本领先。这场比赛毋但声超过3万人到台北大巨蛋观赛，也有不少日本媒体到现场，也有日本的传奇球车来台湾做球评。台国旗大声喊替台湾队加油，球迷成热心，这对男女朋友伫咧面大国旗的大纸，准备做爱国球迷。中断他们国际赛21连胜啊！靠我圆！何乐局明年要转台钢了。要和同款2胜的日本队对战，而且日本队有真侪选手拢是顶摆经典赛摕冠军的人马，大家拢知影无好拍，但是球是圆的，还未拍，谁拢唔知。3.3万张的门票早都卖了了。这次中华队5场你都有进来看吗？是应该是韩国第一场跟这一场日本这一场，赢球的企图心也会非常的强烈，因为我们代表着台湾啊，我们想赢球。访问台湾队的加油队员，落尾搁家己加入 Team Japan， 伊是日本 TBS 的主播石井大儒，嘛是即摆来台湾采访12强，每60个日本媒体工作者之一。2007, I was watching from that, but then after Premier 12 also I'm watching from the first time. But this Taiwan team is, I think this time is the strongest team. I think right now, it's hitting is good and fast. So Japanese team is, I think it's very tough to win. TBS 即摆是请到上元浩弟和来传圣人这个人来做球评。富士电视台是冰星怪物上班大夫，真侪日本退役的球星来到台湾，替比赛增加话题和人气。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提案要修正宪法诉讼法，有153个律师做伙发起游行，认为这个修法有可能致使宪法法庭无法度运作。下晡是靠律师甲民众为修护宪法来游行。穿律师袍、扭布条、画口号，有参与游行的民众讲，伊反对这摆修法，认为会破坏宪政体制，严重影响到人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也拿提案修正的国民党立委王晓玲是口说讲，这是支持赖清德的律师来守护政权游行，因为这寡律师推广保障人民的基本权，所无甲现行法条的缺点看伫眼内。
今仔日的青春世代白皮书活动，邀请总统赖清德参全国百外的高中生来对话。有学生就讲，因为国内高中生的睡眠时间平均无到7点钟，偏济西方加亚洲的国家是较少。希望上课时间就要较减咧，而且限制补习班的营业时间。也有学生关心讲，要安怎带领国家和平卖战争。主办单位邀请高中生提出观察到的社会问题，其中建中学生讲，台湾的学生平均睡眠是6点9点钟，特别高城是困无8点钟，比西方和欧洲国家更较少。因为讲后壁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课时间伤过长，还有补习文化等等。希望会当学南韩，要求补习的时间无应该超过暗时10点，嘛希望改革考试的制度。在新加坡，为了减少学生他们在考试以及学习的制度上的压力，删除了考试的排名制度，改善了他们的睡眠品质，也增加了他们睡眠的时间。在台顶听报告的总统赖清德是针对学生提出的社会观察，一个回复。对建中后辈建议，伊嘛讲，家己做学生的时阵，拄着要看成绩嘛是真紧张，伊赞成成绩的部分，家己知影就好。很赞同这个方式。另外，我那个建中提的其他一些方法。教育部再研究一下，看上课的时数可不可以缩短，考试的次数可不可以减少。现场嘛，和主持人代替念出学生提出的7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桃园大华高中的学生直球对决，伊问总统讲，安怎带领台湾和平卖战争？我们不放弃任何和平的机会，我们对和平要有理想，但不能够有妄想。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和平之道不切实际，那恐怕不仅仅和平不可得，恐怕也会引来战争。总统阁颠倒去问现场的学生，若讲有3个选择：第一是和中国签和平协议，就是西藏模式；第二个是顺港俄模式，接受一中原则；第三是和其他民主阵营徛做伙，靠实力来追求和平。大多数的学生拢选3，另外嘛有学生是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后的台美关系。老总统讲，希望伫现有的基础顶悬，继续创造台美双赢的局面，让台海更加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希望民众了解饲鱼产业的重要性。新竹市政府带民众到香山区的乌鱼场，透过体验还有鱼面的解说，熟悉乌鱼子是安怎做的，也让民众了解鱼面的辛苦、珍惜食材。各个物种它在池子里面都有扮演各自的角色。比例上要稍微仔细的去拿捏。渔民带大家来到鱼池，了解各种无同鱼仔的特性甲知识。民众阁透过看到乌鱼收成过程中，了解渔民的辛苦。带囡仔来想讲，要互伊知影讲，咱的乌鱼子，咱个人拢食乌鱼子，啊乌鱼子是安那摕出来的？啊乌鱼子伊是为肚子里面嘛，啊，什么鱼啊，什么种鱼啊，啊，伊生伫咱的身体内底，做倒一个所在的呢。除了收成过程，现场可以当看到乌鱼子制作过程，两台拢是靠饲乌鱼专家的渔民指出，其实台湾有真丰富的渔业资产，鱼仔的种类是百款，建议大家若是想要买鱼仔食，选择在地鱼仔，那清澈更安全。就近采买可以减少那个所谓的碳排放。也就是整个产品它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可以到最少这样子，而且就近选购也有就是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些文化，还有确保你的食材的来源。用一个较对环境较好的方式，直接买到鱼啊！因为你买到真正新鲜的鱼啊了后，你就知影讲要安怎后开去菜市啊拣鱼啊买鱼啊。市府指出，透过课程，民众唔但会当了解鱼仔的成长过程，嘛学习到重要的渔业知识。主要就是让大家做一个体验，让他知道说，其实每一个食物都来自不易哦，而且呢，它是有一个价值，大家吃起来会不一样。那达到我们一个寓教于乐，还有赐予那个价值的目的。参加完活动的民众讲，后摆去市场买鱼仔，拢会尽量选择在地，买对渔民的辛苦充满感谢。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中华的李春园是目前国内记录到上早成立的北管乐团，嘛是中华南摇弓老大马的价钱客管，所有大马管的称呼。
今年是老大妈会成立210年，李春园特别邀请老大妈登来做客，办献祈福，感谢老大妈的保庇。福禄寿3仙代表福气、财富、长寿，还有跳家关、精彩的办仙戏。今年是中华南庙宫老大妈会成立210周年，老大妈的家政乐队李春元特别请老大妈登来做客，办仙祈福。迄阵妈祖经还未完成的时阵吼，妈祖婆就拢来寄哩李春元，所以李春元的时阵，人嘛另外讲有一个称号，讲是咱是大妈馆。李春元甲这个老大妈有真深的因缘。李春元是目前国内记录着上早成立的北管乐团，所以地方也流传一句话：有中华城，就有李春元。早前捌伫校歌校热时阵举办演习课程，吸引袂少少年辈来学北管，尤其学办仙戏，更加是无简单。阮北管像老师拢咧讲一句话啦，讲吼来学北管无做戏会衰，吼，就是鼓励阮着爱来上病做戏，因为做主题戏是阮这学北管一个上大一个目标。音乐较简单，因为我是就是即马职业的乐师，对，所以就是骹步手路对我就困难的。李春元表示，过去民众做客馆学传统戏曲，一来是休闲活动，二来是为着庙会节庆。有200多年历史的李春元客馆，2021年底开始进行整修工程，目前搁咧争取彩绘修复，期待完工了后继续培育北管主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10月底台北同志游行煞过，下礼拜换高雄同志游行起过。根据行政院调查，超过13000个受访者，有10%的人性别认同参出生时的性别无同，其中是包括 LGBTQIA 等等的多元族群。下暗7点半，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带观众朋友下入去看性别族群的生命故事。画目彩、穿女装，这是校园每一天上界欢喜的代志。伫个下性别的族群内底，有超过一半因为手术的风险、甲费用或者是身体的状况，所以无做变性的手术，是以穿插打扮或者是食荷尔蒙的方式来过日。我性别认同是偏女生，因为我会说偏女生，是因为我在我的性别观念里面，就是性别是一个光谱嘛。我觉得认识我的人，如果开玩笑说是可爱的男生什么的，其实我是都 OK 的。对真侪下性别的人来讲，性别认同的探索是一条真长的路，会因为社会压力甲自我的怀疑，唔敢以家己介意的打扮出门。经营210年的月娘基地，都是为遮的少数性别的族群，互因会当有一个查访查好的所在。这个点只要亮起来。我开这个月娘基地，其实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讲做共享空间啦。伊会当洗衫啦，还是讲伊要洗身躯啦，还是讲伊穿要来遮吼化妆啊，还是讲换衫啊，吼拢会使。啊，无就伫遮聚会啦、聚餐啊、聊天啊。亲戚朋友甲伴侣的支持理解，是多元性别族群真重要的力量。打扮较中性的安 Q。伊甲因女朋友李亚学化妆甲穿插的技巧，因的互动是真自然，嘛袂影响双方的感情。他穿女装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其实就是穿着上面的改变，但相处上面的本质还是这一个人。然后我也觉得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好像在性别上面没有，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隔阂。虽然台湾伫咧性别的议题已经领先真侪国家。更加是亚洲头一个立法通过同志婚姻的。不过，对下性别的族群来讲，也是希望会当互社会甲法律理解，性别并不是选择题，是咱人自来的人权。记者陈雅顺、连新伟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4度。中部地区22度到29度，南部地区23度到30度，东部地区22度到28度，
大多地区19度到27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